千祈唔好以為呢個係普通室內遊樂場。羅湖過貿出閘5分鐘即到，估唔到呢度幫我揾翻我所有嘅童年回憶。而家買門票仲送生果盤。第一站入場玩 ML 卡丁車，板機入邊係可以睇到虛擬同現實結合，玩起上嚟更加有樂趣。挑戰15米攀岩，現場有專業教練，就算爬3層樓都唔使驚。隔離仲有一個15米嘅高空奔跳，交通工具碰碰車，行得比較快，而且仲識得自轉添。沙塵飛車我都未試過喺香港旺角開越野車。喺崎嶇嘅道路上真係要有啲技術，一定要排隊去玩佢哋嘅真人 CS， 因為好容易你會打成一片。我哋去香港大埔啊！香港大埔識咗新朋友嘅，要打1Q 晒。即係搭咗31個。之前你玩呢個槍王之王2，後座力十足，勁強勁，4個人一齊闖關，最後仲有計算分數睇邊個勁啲。呢度嘅 VR、AR 項目極多，3屏6軸賽車，真係成個人好似置身現場咁㗎。開盡推步竟然有風吹，真係風馳電掣啦。VR 模擬過山車，亦有勁多好似以前冒險樂園玩嘅遊戲，而家全部任玩冇額外消費。唔想太刺激嘅話，可以打下機，玩下網球、踩單車、打籃球、打麻雀。遊樂場入面竟然仲有太空艙，係真係有床褥俾你超住打機。3個人以上嚟仲有得免費開放包房服務，而家仲有專屬福利，生日竟然係免費入場喎。無論你係少人定多人玩，我相信你都可以喺度揾到樂趣。